主啊，我嚟到你跟前，安靜我哋嘅心。主啊，我哋今日嚟到你嘅殿中，單單嘅尋求你嘅面，單單要吸收接納你俾我哋嘅主啊，我哋今天需要嘅係天上來嘅樂劇。主啊，求你賜給俾我哋你嘅話語。我主啊，我心裏邊我對你嘅渴望。主啊，讓我心裏邊有對你嘅熱切嘅盼望。主啊，求你帶領我哋進入你嘅敬拜當中。主啊，求你打開你嘅幔子，讓我哋進入你嘅敬拜當中。主啊，話求你嘅聖靈充滿我哋，求你嘅香光充滿我哋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哋。主啊，求你饒恕我哋所做過嘅事，不討你喜悅嘅，但係你不喜悅嘅，我哋都聽你嘅跟前，求你饒恕我。主啊，有時我哋將你嘅話語好輕易咁樣説出嚟，有時將你嘅名字好輕易咁樣攞出嚟講，但係我哋就忘記咗一個敬畏嘅心。主啊，求你俾我哋一顆敬畏你嘅心，敬畏你名字嘅心。知道耶和華你名字滿有能力嘅，滿有權柄嘅。主啊，讓我哋高唱你嘅名字嘅時候，我哋係充滿着真誠，將成為你喜悅嘅敬拜者。主啊，帶領我哋進入你嘅天空中，求你與我哋同在，我哋聖靈與我哋同在。打開我哋嘅眼睛，打開我哋嘅心，讓我哋能夠真正咁認識你，亦都係生命裏面都係要完全咁俾你充滿嘅。主啊，求你帶領我哋，求你安撫我哋嘅心。主啊，喺呢個禮拜裏面，我哋事情同埋風波唔同嘅嘢，主啊，你都一一保守我哋，感謝你。主啊，就算你喺手裏面仲有好多嘅困難，就算係顧住好多嘅重擔，主啊，你都一一咁放喺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能夠卸下呢啲咁嘅重擔，因為耶穌你講過嚟到你呢度係甘甜嘅，但係唔辛苦嘅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能夠放下自己嘅重擔，放下自己嘅驕傲，能夠嚟到你面前。呢咁嘅聆聽嘅話語，能夠好似羊皮咁樣睇到賢者嘅身邊，能夠輕省咁休息。主啊，你帶領我哋，帶領我哋，你望住耶穌不死嘅名，阿們。係一齊拜嘛，唔拜主。主啊，讓我們來尋求你的臉，求你的聖潔來充滿我。主啊，耶穌，你是聖潔聖潔的主啊。主，我來尋求你的臉，求你充滿我，來充滿我。充滿我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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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全心聽我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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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。为你的名是满有力量，为你的名是满有荣光，也要帮你感謝你的寶血。你說你感謝你嘅寶血，使整我哋一齊嚟做，我哋一齊嘅證明。我主要讓人想你想住萬事得主，主要你保護我主，唔好忘記自己佢哋嘅初心，讓我哋重新嚟到自己嘅名字上嘅你嘅名字，我主要讓我哋生活嘅主啊，我決定甘心一世跟隨着你嘅腳步。主啊，我愛你。主，我來
尋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滿我，來充滿我。主，我來尋求你的愛，求你接近我，來充滿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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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寶血洗淨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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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為我冠冕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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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寶血洗淨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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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為我冠冕。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你的寶血洗淨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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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為我冠冕。耶穌讚美你，我一齊呢同主耶穌禱告，耶穌，我感謝你嘅愛，感謝你，主啊，我生命要咁樣活着，主啊，我不願你嘅寶血白白咁樣浪費攞出嚟，主啊，我生命要燃燒，燃點為咗你，耶穌，求你帶領我，主啊，有時我迷失喺路途上，主啊，有時我見到，但主耶穌你扶住我，感謝，耶穌，我要更加的親近。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你的寶血洗淨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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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為我冠冕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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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寶血洗淨我。耶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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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恩典為我冠冕。耶穌，你是我嘅冠冕，耶穌，你是我嘅冠冕。主啊，你係我嘅冠冕，主啊，生命之榮。主啊，喺我自己天父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你俾我哋有一個美好嘅清晨嚟到主你殿中去敬拜、歌頌嘅讚美你。又一個星期啦，我哋過咗去啦，我哋得着有幾多咧？失去又有幾多咧？我哋唔好諗咁多，我哋只要嚟到主你殿中，放下一切嘅煩擾，放下一切嘅憂慮，將一切交俾主，因為我知道明天自有明天嘅福，明天就在主手。我哋一切嘅交託，以下嘅時間分別為聖嘅，嚟到主你殿中係安安靜靜、全心嘅全意嘅去仰望、歌頌、讚
嚟到你嘅殿中，我哋幾咁嘅喜樂，求主你祝福我哋以下嘅時間。未有時間嚟到主你殿中嘅唔得閒嘅工作嘅，求主你保守帶領佢哋，俾佢知道應該時間休息嘅休息，應該去歌頌讚美主嘅嚟到歌頌讚美主。求主你保守帶領，傾佢哋嘅聖靈，充滿你每一位嘅弟兄姊妹，一顆火熱嘅心去到敬拜讚美。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託，求主你嘅祝福與我哋嘅同在。我哋咁祈禱，奉教主耶穌得勝名祈求，阿們。定十字架
啊，我要讲话给你。主啊，在黑夜里面，我们仰望着星星，我们就能够用星星来回换你的荣美，你的美好。主啊，让我们用我们歌声不同的音符来赞美你的美好。主啊，你是我今生最美好，我要颂扬的赞美你的名。你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主。是的，是最美的祝福。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在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我 OK， 因為我睇唔到，唔好意思。主，睇唔到？唔係得嚟知道啊，睇到。主，我哋多謝你，
主啊，我哋一生嘅最大嘅祝福就係從主你而嚟。主啊，我哋感謝你。主啊，我哋呢個時間願意係了禱告，求你去引導我哋，求你咧去帶領我哋。主啊，我哋嘅心閂咗。為主啊，我哋多謝你。今日咧有弟兄姊妹嚟到當中，每個人咧帶着自己嘅需要，求主咧去引導我哋。喺天上飛嘅青青，帶領佢平安嘅到達香港。喺台灣嘅Vincent，求你引導佢家庭工作嘅需要。喺遠方嘅立環 Derek， 求你帶領住佢 Alice 同三個女女 Samantha Phoebe， 仲有阿 Mandy 帶領佢。喺老人院嘅成叔，求你看顧佢同埋花神。仲有我哋當中嘅 Cody 啦，帶領佢啦，佢個女女啦 Rachel， 帶領住咳嗽嘅 Queenie， 求你醫治佢，等佢可以好返。主帶領住祝福啊！今日曉瑩嚟到我哋當中，都帶領佢祝福佢，將我哋個人嘅需要帶到主嘅面前。主，我哋多謝你，今日工作嘅雲都求你看顧佢。主，我哋今日將聚會由首到末交喺主嘅手中，求主引導我哋，將時間分別為聖交俾你。主，我哋咁樣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祈求，阿們。咁聽唔聽到啊？我諗咁好啲啦，係咪啊？咁會唔會好啲啊？係咯，咁好啲嗬，咁好啲我哋咁樣啦。幫我轉翻個 screen 係我 PowerPoint 啦，唔該。好，咁啊，今日我哋嘗試一啲新嘅，大家請坐，唔好意思。係。好。咁咧就我哋睇翻轉翻我呢個 PowerPoint 先，但我都我呢度點解唔見咗嘅Samuel？喺度。好，感謝主，今日咧就咦？有啊。點解呢個係咁？我 send 咗個咯喎，你仲 send 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大家喺度試緊啲新嘅嘗試。點解咁嘅？好，收到啦，呢個。好，收到啦。收到係咪？我呢度轉唔到嘅。OK。我轉唔到啊，Samuel。嚇？好，我哋預備我哋領聖餐先。唔好掹佢啦。你幫我撳啦，好嗎？你幫我撳，俾多啲。好，我哋而家嚟領聖餐先。今日好多嘢係新嘅嘗試下。好，等等先，我哋未預備好啊。我哋要憑信心啊，真係見唔到啊！要憑信心啊，要靠信啊，而家。因為條拉唔好，我刪咗個影幕。哦，係咯 ，OK。咁我哋一齊嚟到讀今日嘅聖經啦，好唔好啊？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擘開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，你們應當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飯後，
也照樣拿起杯來說：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。你們每逢喝的時候，要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你們每逢吃這餅、喝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來。求主去安定我哋嘅心啦，嗬！主，我哋好多謝你，今日咧真係好多嘢好匆匆忙忙嘅。但係主，當我哋今日嚟到主嘅行前嘅時候，當我哋領受呢個餅呢個杯嘅時候，求主安靜我哋嘅心。主啊，一切都係在乎於恩，本於恩，在乎恩。主，我哋多謝你。主，我哋生命嘅裏邊咧，其實有好多個破口嘅，有好多嘢做得唔好，心思意念啦，好多時都有得罪你嘅地方，更加求主去饒恕我哋。主啊，求你進入到我哋嘅內心嘅裏邊。主啊，幫我哋審查下自己，做得唔啱嘅，做錯嘅。主啊，求你饒恕我哋。求你帶領我哋。主，我哋多謝你，耶穌基督你為我哋所做嘅一切。我哋多謝你係咁樣去愛我哋。主啊，就係多謝你。求主幫助我哋曉得，我哋係屬於你嘅。亦都幫助我哋曉得，主啊，你快再翻嚟，你好快就翻嚟。因此咧，求主幫我哋做一個警醒嘅人，做一個聰明嘅人，為咗一個咧係有盼望嘅人。主啊，既然你就快翻嚟嘅時候，我哋嘅行事為人，我哋嘅心思意念，應該係與呢個得福嘅恩，呢個救恩係相配。唔好讓我哋好似係生活喺一個虛空嘅裏邊，一個自我欺騙嘅裏邊，以為主唔會再翻嚟，而成為一個主啊冇預備好嘅人。主，我哋多謝你呢個餅呢個杯，求主祝福帶領我哋，都將我哋身體有軟弱嘅交到主嘅面前，求主醫治我哋。耶穌基督嘅寶血好好去追翻我哋。你咁樣禱告，乃是奉靠得勝嘅，求主耶穌嘅名祈求，阿們。感謝主，我哋一齊用感恩嘅心嚟到領受呢個餅呢個杯。我有，我最喜歡這個。下一張唔該。